迎回来 FM93.1 台电台，每周六下午2点钟的音乐931，给你好听音乐在这里。我是小鱼，在我们今天大明星会客室这一首《丢告家》，为大家所邀请到呢是金曲歌王黄文兴。Hello， 小鱼还有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文兴。对，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是也第一次踏入台北电台，哇，何德何能啊我？没有，不要这么说，因为可能像这一张新的专辑是2017年的年底嘛，对，然后2016年的时候，其实越走越有专辑，就是来不及宣传，因为那时候在拍戏，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走这个宣传的行程。那这一次呢，非常的幸运，就是刚好那个剧里面的角色，对，已经拜拜了，拜拜了，这样就是拜拜了之后，就赶紧就是也赶快把剩下没有录完的歌曲把它录完，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在跑宣传的行程。有，因为刚才我们在录音之前，这个公司的同事也有说，每天都在赖你说啊，要挂了没？要挂了没？就是那个。其实是老板，老板一直在说，现在剧情进入到什么时候？我说应该因为我那个角色在里面就是一个厨师，然后反正到后来得到癌症，然后他说得到癌症啊，那什么时候挂？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隔了1个月再看，就说哎呀，现在到怎么样？我说现在就是癌症可能第几期、第几期之类的，然后病入膏肓之类的，然后躺在医院可能已经昏迷不醒之类的，就是。当然，在这个拍戏的时间，去年拍戏的时候也是一直有抽空去录音。什么叫抽空录音呢？就是不是请假，是比如说拍8点档的，它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要知道明天有没有班，是晚上，像我们大概晚上10点，知道之后，然后我就会通知。公司说有没有空，对，然后再抽空去录音。可是也是要看说前天晚上休假的前一天晚上状况好不好？对，因为有时候状况不好去录音室，我觉得也是浪费时间，而且浪费金钱，对。所以这张专辑应该在整个制作的过程中是拉比较久的时间，对不对？其实这一张制作的过程。大约在6、7个月，那时候就已经有计划要往什么方向，可是因为我的定位，我的想要做的东西是属于比较新台语，就是用流行音乐的方式来诠释台语的风格这样，所以在收歌曲方面可能会比较困难，换这个挑歌会挑比较久，比较困难是比较好听的讲法，比较难听的讲法就是会一直。打枪比较多，就比较龟毛一点。对，然后就是比较传统的音乐演歌的编曲方式或作曲方式，可能就比较不适合我，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专门在这一块方面，而且当然文兴也不是说否定这个传统的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对台语传统音乐这个演歌方式的音乐作品，因为这个一直以来流传到现在是属于我们台湾的一部分。那其实我只是发觉现在的年轻人，时下年轻人，感觉讲时下年轻人，好像接下来讲的会比较沉长，比较沉长一点。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文兴是道道地地的屏东人，然后加上在屏东土生土长。台语是我的母语，它陪伴我20-30年，到现在也将近40年的年头。那早期小时候，我也是国语跟台语有在听，然后台语可能就是听洪荣宏大哥啊，杨宗宪、吴宗宪，然后像罗时丰大哥，他们都是唱比较像演歌方式的台语。那国语可能我那时候的记忆啊，就是比较深，就是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还有苏永康等等，他们这些，那时候的两派的这种不一样的台语跟国语，它其实各自精彩啦，都有各自一片天。然后，可是20-30年后，我就发觉国语它的其实格局是非常大、非常多的面向。可是反观我们台语的音乐，却是一直在原地踏步，然后好像有点不敢踏出去。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啦，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音乐是无国界，也没有任何语言的限制。也有常常有一些老前辈跟一些长辈在讲说，台语它是一个很美好的语言，它有8音，国语它也只有4音而已。可是为什么国语的4音它的格局却那么大？可是台语的8音却格局这么的小？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思考跟探讨一下。所以我就觉得
很感叹，就是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听华语流行音乐，跟韩国歌曲，跟西洋或者是西洋歌曲。可是对于台语歌曲，可能就是会比较有刻板的观念，觉得说他老人家在听，然后比较 low、比较怂的感觉。那我也才会想要借由这张专辑，用颠覆以往传统的做法，然后用比较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做这张专辑。然后也是想要借由这样让年轻人知道说，原来台语不是像他们当初所想象的这么的死板，这么的刻板，然后它也可以跟着流行的时下的流行音乐在走。那其实我们这张专辑主要的概念想传达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希望能够让年轻人能够试着去接受台语歌。是，因为我觉得你看嘛，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不想去听台语歌，除了五月天，对，当然可是他们的定位还是在国语流行音乐，在台语部分可能就是稍微做一下，可能偶尔一两首，就是添加一些插花，添加一些那种新鲜度这样。对。那其实像我比较是属于纯台语歌手这样。当然也有很多人问说，为什么不发国语？唱国语也不错。我说国语唱当然是有，可是一来花费的是你要做出跟别人很不一样的特色出来，这个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金钱上，尤其是时间是要花费非常多的。那台语的部分，因为它一来是我的母语，二来在台语的定位上面，我的唱法跟很多的台语的歌手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就选择这一次又是用台语的方式来做这个专辑，然后也是想借由这个专辑让大家更认识文心，然后也希望借由这个专辑让一些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知道说我在这10年也是不断的一直在求进步这样，然后希望给他们很多不一样新的东西，希望在每一次我的出现在发专辑的时候都可以让他们听到不一样的我这样。对，因为其实像这张专辑里头，大家可以听到，虽然还是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你，可是也会发现说，刚才提到希望能够让台语歌有更多不同的面向跟生命力出来，所以这一张台语歌也会蛮颠覆大家的想象。对。当然主要也是要我们打的主音主要是年轻一辈，当然长辈要听也 OK 就 OK 的，因为就是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不一样的记忆这样。那我希望在这个世代也希望用台语可以让年轻人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让他们知道说可能他们现在10几岁，然后20几岁、30几岁，甚至40、50岁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想当初我们10几岁的时候有一个艺人，他在众多唱比较传统台语的这个市场里面，唱不一样的方式，就是黄文兴，他唱的是用当时我们那时候在听的华语流行音乐的诠释做法来做这个台语歌曲这样。其实我讲的有点沉重，但是这是事实，就是也有点像母语的传承。对，因为我发觉我现在讲台语的人比较少了，就是比较道地的比较少了。我记得我在10年前的时候比赛操，好久了，感觉自己好像也老了。已经把你的年纪已经透露了。对，又再透露一次。然后就是比完赛之后，然后回南部乡下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因为店员是年轻人嘛，然后你知道南部的乡下的小孩子，就是如果你常讲台语的话，你台语是你的母语的话，其实讲国语多多少少会有台湾国语，就是其实我就是这个样子，会有一个腔调，对，会有一个南部的腔调。那后来我在经过10年后，我再回去买东西，也是年轻人结账，我就听到他们讲国语，其实跟北部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落差。这代表什么？代表国语已经变成是它的主要语言，对那母语可能是次要的，或者是在跟同僚之间玩乐之间会添加一些有趣的语助词之类的。那可能在讲台语的部分，就是慢慢的消失，不只是音乐不只是台语音乐这一块，慢慢的在式微当中，我觉得连台语这个母语好像也慢慢在不见当中。当然看这个8点档年轻人现在还是很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也反映的就是以前的8点档叫做本土剧，当然现在有些人他也是叫本土剧，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稍微把它区隔一下，就是不是我要美化它，是真的。以前的本土剧就是我那时候看
中午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你记得，应该你也跟我同意。那我不记得。没有，就是中午的12点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天天开心之类的。对，那时候本土剧就是它的背景就是乡下，然后大家穿着比较朴素，戴着斗笠之类的，对，触鼻 gay 啊，就是亲朋，类似天天开心那一首歌一样。对，老定酒老卡阿公酒阿嬷那一种感觉。对。然后现在的台语剧是比较，就是跟现在年轻人跟我们在都会看到的这些男女所打扮的那个穿的衣服，其实都一样，就是很时装啊，也很时尚啊。发生的事情讲的是时事，或者是比如说感情的事件，那个都有接近，就是时下当下的这些现代人的接近他们的环境当中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会接受，然后听台语学台语。那其实台语剧它都可以演变成这样，那我觉得为什么音乐就不行？所以我才希望借由这个音乐的部分，用流行音乐的方式做法来贴近年轻人。有时候我常常也跟自己周遭的朋友讲说，其实不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去碰触这些台语音乐，我觉得是台语音乐呢，他不愿意走进现在年轻人他们想要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大家都还是像你刚才提到，他们不愿意去改变，也不敢去改变，所以还是做原本那个样子。对，那年轻人就只会跟他越离越远。对，当然老一辈的人会听，因为他们对他来讲，这样的旋律跟做法是他年轻时候甚至小时候的这些记忆。可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陌生，是无法跟他们产生共鸣跟情感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在做就是朝这个方向，希望用这个方式来更贴近时下年轻人的生活，然后贴近他们，让他们了解说，原来台语它也可以非常多面向，它可以做得非常的流行，跟你现在所听到的流行音乐是没有差别的。差别只差在语言不一样而已。没错。对，所以呢，这也是你这张专辑呢蛮重责大任的地方。讲重责大任就有点，就有点背负，有点对，太沉重了这样。那我觉得也是做自己开心喜欢做的东西啦，因为毕竟国语跟台语我都还是会去听的。那只是现在听的台语音乐会比较少，因为可能就我刚才说的嘛，100个人可能有99个人都在做这样的类型的东西，那可能会听的就是比较少数几个也做比较特殊的台语音乐。那剩下的就是也是听华语流行乐。你看连我这个年纪我也是听华语流行。应该是说连你自己做台语歌的你都听国语流行乐比较多。对，跟韩语的流行音乐。那我觉得其实把台语做成流行音乐不只是可以打动年轻人，我觉得也有可能打动我们像我一样年纪的这些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们。对，而且真的是赋予这个台语更多新的生命，台语歌曲的部分。那我们刚才提到你现在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就是新台语，对，所以我们继续要送上你的新台语歌给朋友们。刚才送上的是丢告家，对，再来要送上这一首歌曲，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是思念成沙。这首思念成沙呢，先从 MV 介绍。MV 是蛮特别的，因为 MV 里面我饰演的，大家应该会看到我，在那个桃园的那个滨海公路那个有一个很大的，很像沙漠堆积起来，很像沙漠的一座T 字形的那个沙漠的那也不算假山呐，就是有点像山的感觉。对，然后在那边走动。其实我里面饰演是阿飘啦，因为这个有点呼应到我之前演的那个8点档里面饰演的角色。那其实我就是得到癌症，到后来就是与世隔绝的这样，然后跟自己的爱妻就是也非常依依难舍这样。那所以我在另外一个世界，我很想他，因为我里面会拿一本那个笔记，然后笔记是他其实在剧里面我在厨房帮着女主角煮饭菜，然后他在背对着我，然后把我的背影画起来，然后这个书本就出现在 MV 里面，然后我在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把这个书本拿起来，然后也想念着他这样，是，然后在海边写瓶中信，写丢到海里面，希望另外一个世界的他可以收到，对，就是一个故事从8点档戏里面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戏剧的未完待续，对，然后思念成沙这一首其实原本的 demo 它比较 K 一点，后来我觉得制作人他非常厉害，他把它重新编曲之后，他把它变成另外一首歌，他希望我用有点像是说故事的方式
去诠释这一首歌曲。是，其实后来诠释录好了剪好了，全部咪好码好之后，我听了成品，其实我也觉得非常讶异，然后也很满意，说原来这样的歌曲的转变，把它稍微做一个改变也是蛮不错的。对，因为现在的很多听流行音乐的人，就是好像比较喜欢听类似，就是有点像在说话的。对，像那个阿妹，对，阿妹姐她也是发行这个偷故事的人，对对对，但是有点在讲话的感觉，就是艾怡良帮他做的，然后艾怡良他也是本身那种说故事的能力非常强，我觉得现在的人慢慢在接受这一块东西，所以这一次台语专辑《思念成沙》这一首，我们就决定用比较说故事的方式来诠释，是当成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角色，对对，来诉说这个未完待续的，对对对。不能说人鬼恋，未完待续的故事。对，未完待续的故事。对啊，对，人鬼恋好像也 OK 啦，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没错啦。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没错。对，就是即使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依然回忆着另外那个世界的那个他。对。所以我们要送上这一首歌曲《思念成沙》，马上回来。93.1特别电台，每周六下午2点钟的乐音乐931，我是小鱼。在我们今天大明星会客室，大所邀请到呢是发行到了个人全新台语专辑《爱拉西》的黄文馨。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文馨。我必须要忏悔，我是台语人，可是我的台语也不太轮转。没关系，就从我的音乐开始吧。对，没有啦，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常在北部生活，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也是，我有时候去演8点档因为我跟我老婆也都讲国语，然后跟自己的小孩。跟北部的人北部的周遭朋友都讲国语，有时候讲习惯国语之后，我要再去拍8点档要讲台语，有时候那些措辞那些语转不过来，其实对会转不过来，而且有些古老的这个俚语啦，因为有些东西是听爸爸妈妈讲，或者是自己的阿公阿嬷，可能小时候常在讲，可是上来台北就比较少讲，有些东西就忘了，可能有长辈就是他们讲出来了之后，我说对，有这个我忘记，就是对我才会想到这样，对啊，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会有这个状况啊。好，为了要训练我的台语，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我们用台语来沟通好了。你讲真的讲假？我讲真的呀，我真正是下港人啊。是，下港的。婚林。哎呦，婚林。阮家对面是甘蔗园。甘蔗园哦。哎呀，就下港的吼。做下港。哎呀。其实阮下港遐，阮南部的屏东边啊拢惨。其实拢差不多啦，其实拢差不多。真正是下港，不过亲像你头头讲的，因为来个台北，定拢讲国语。对。慢慢台语就这名词袂晓讲啊。就是这做迄个历史啊俗语迄。拢会袂记了，就慢慢可能去拍戏啊，还是讲接受的是较台语的这个，有拢定来讲台语的一寡时代长辈才会去讲这个台语啊。不过恁即马拍戏，毋是有当若袂晓讲的台语，拢会使用国语，用 English。对，这就是大概俗称的就是自然语啦。因为嘛是希望用这个方式，当互即马的少年囡仔，因为。因为我有问过，我讲为什么要用自然语？较白拢用台语的，你有为你的卖直翻嘛？你来找另外代用白话文的方式，较白话方式来讲，伊讲无，因为即马少年囡仔大部分拢是用自然语。你用这个方式，可以当贴近你的生活。有理，嘛是有理呢。系啊，当然大部分拢是讲台语。有一寡国语咱无都直翻呢，无都去找出来这到底变怎讲，咱就直接用国语，因为有真侪国语的物件是即马较发明新的名词啊，比如时下年轻人我讲的是脑补。脑补你下出来，你总袂讲讲脑补，不可能嘛？那么听无脑补是什么？对啊，因为脑补就是自己想的，自己在想的，好像想的都对的。阮的你得当反省，讲家己想家己对。因为听个接新的词出来啊，你无可能大家拢会晓甲翻成台语。就讲中二，中二有人甲听无？你讲中二，还是讲中二？什么中二？我那个小学3年。
对吧？中医中二的是人讲的，就自以为是的，对，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这样，对吧？所以即马不管是台语剧还是应该我感觉拢是用较自然的方式来呈现来表现出来。因为本身来我家己来唱这歌，我感觉嘛真有说服力啊！因为毕竟我是下港人，我讲的台语我是从细汉讲到今嘛，拢无长过。等下港，可能爸爸妈妈我嘛是用台语，打电话我嘛是用台语。就是甲这北部的一个朋友就是用国语，就是会自己人格分裂啦。对啊，但是足奇怪，我在这等的时阵拄到这下港这亲戚，可能国语讲伤济，才会用啊，甲要讲国语甲讲台语，那边错乱。对，伊要写这个频道，但是写。准无，准无啥对，叉，对，讲几讲我都较适应啊。系啊，因为真正是爱定讲，咱就是因为较无迄定讲，所以慢慢台语要安怎讲，拢袂晓讲。对。为你唔知安怎讲，无就是人讲你听无。对，人讲你听无。对啊，所以我感觉其实台语这个语言是足趣味的。嘛是讲同款啊，嘛是讲用这个音乐方式来呈现来互这少年囡仔甚至这时代长辈来听看卖。可能长辈有诶较听不下诶哈啦。当然这是因为无法度，因为我感觉讲习惯的问题。对，习惯问题。而且我感觉讲即马做这台语应该拢是较传统，我感觉无必要。有一寡创新。对，有一寡无你看台语甲即马国语来做比较。我讲一句较歹听的，台语即马剩的咱看到国语的尾灯尔，甚至可能连尾灯都没看袂到。咱国语是开法拉利，你台语是卡达车，我看古车差不多。古车，因为一定有行啦，但是行较慢，一点点较慢。我感觉台语这个物件其实拢有咧做改变，就是唯独的这个音乐的部分，较无度做改变。是安怎安尼讲？你话像 MV， 即马台语的 MV。甲较早台语 MV 甲无共，较早 MV 是可能几只鸟啊，几个人影啊，较意境，对，就是一种伴唱带，类似一种伴唱带的感觉。但是你看即马用的机器，还是用一种风格的迄个感觉画面甲翕出来。那表示讲，其实即马作者咧做台语的影像方面，冇咧跟进啊。对。而且甲有即马少年仔作者拢爱听。流行音乐、国语流行音乐跟韩国流行音乐，我问你，国语做会到，韩语嘛做会到，为什么台语做袂到？绝对做会到。韩语我问你，这少年应该你敢听伊讲唱啥？你敢听伊真正的意思？听无。就是几个单字，因为看韩剧学的嘛，对，沙拉黑哦，还是看啥物搭，但是那真正讲一段落的这个话。你敢听有伊到底在讲啥？其实你要翻译，你嘛翻译袂出来，因为你真正唔知，你刚才是去听享受伊的旋律。对。但是伊的旋律应该做到足好。所以有法度拍比互这少年囡仔听，甚至拍你全世界。韩国的音乐会当，是安怎咱台语袂？对啊，你国语嘛会当。的语言呢？对啊，这个咱的语言呢，你常常有人咧讲国语，因为大陆市场较大。我问你韩国音乐的。一开始因的音乐的心态，二十几年前的心态嘛是比较较先应该感觉，只要有咧看韩国的电视台，你就会当知影讲，因为一寡歌谣的表演，较少年的一辈这个歌手去诠释编写编唱这老一辈，这韩国的这个艺人的这前辈的音乐，伊唱出来，大家无共啊，变作流行的啊，这个表示啥？表示人的前世，人的头起声，嘛是较老一辈咧听的感觉，但是即摆已经变化遮济啊。因为即摆年轻人出来，因感觉讲这物件袂歹，啊，毋过想要互更加侪人知影，所以就去创新，去甲做改变，系甲打出去。对，你讲应该教育的限制无嘛，拢是咱家己咧限制家己，拢家己咧想讲，通啊，这啊做出来可能在钱钱内就无啥，啊，可能做可能无什么效果，可能只要就爱倒啊。啊，你无去做，你哪知影？你就是大家拢爱做伙来做这个物件，你的台语音乐的素质也有变化，再提升变化，再愈来愈济，对不？啊，都讲咱讲的啊，20几年前啊，国语嘛是唱法嘛中规中矩啊，祖宗。王力宏、周杰伦、陶喆，因的 R&B 的这种唱法加入去，慢慢改变，就吸引这少年囡仔。我嘛迄当阵嘛少年囡仔听，我给叫我做编20出啦，21岁听周杰伦，那个迄阵周杰伦是出
就是开不了了，让他知道。我就感觉哇，这歌哈，足特别的，然后又很好听，朗朗上口，就真好唱啊。10年前国语老舍大鸡甲热狗，大概嘛讲老舍，我也是感觉听英语的老舍较调味，你知无？你唱国语唱啊怪怪，但是即马歹势。因为有一种民俗叫做习惯，这是一个趋势，而且到今嘛真流行一个台语的团体911，咱就是用台语唱。因想那和你昂就是因与众不同，对，爱唱出来。你看少年，你也嘛是甲，你看你只要有法度甲流行音乐接轨，其实少年囡仔拢会去听。对哦，而且今嘛的时代，就是真正是少年囡仔时代，因为网络发达，少年囡仔大部分拢是用网络的资讯，来做沟通嘛，所以我感觉这项是足重要。对，因为我有近前我有听过我做音乐朋友讲，做音乐不是干那家己爽就好。对啊，来看你到底要做好像听。对啊对对。你讲啊，我无人买，因为你做的就是。对啊，弄坏人你啊，所以你比赛，你无法都可以打开你的市场。对啊，这就是种团型啊。对，而且要跟时代、跟世界接轨。对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已经画上一个类似一个句点，应该要做改变了，而不能再做那一套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说改变别人可能会不喜欢你，不是你永远不知道人家爱不爱。对，所以就要勇于去尝试。像我们刚才提到艾纳西，对，有没有比较进步一点？有艾纳西。艾纳西这张专辑里头，除了有大家熟悉的黄文兴，就比较抒情一点，比较情感面一点，其实也有带着甜蜜的风格在里面。其实这一首歌，我不能这样讲，可能每一首我都还蛮喜欢，都有不同的味道。爱的摩卡，好甜蜜哦。对，甜甜的感觉。对啊，就有咖啡，有一些也是会有一点点苦涩。虽然我最爱的咖啡不是摩卡，可是这一首拿铁是还是美式？对，拿铁跟无糖热咖啡，可是这一杯摩卡我可以，对不对？我可以。甜甜的感觉，这一首歌我也用了不一样的方式来，就是我用像周杰伦呢喃式的这种唱法。小热小热滚滚的咖啡，感情一点一点有爱你的瞬间迷温暖心跳，感谢我该旁边边，就是类似那种感觉去唱这样。我觉得我好幸福哦，就这样子面对面听到现场版呢。是啊，哇，你多来几次好了。多来啊 ，OK 啊，没问题。对，我相信朋友们刚刚如果有听到，真的是我们今天一个小彩蛋送给大家，所以要听台语歌。是听我的台语歌，绝对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比较传统演歌式的台语。对，当然。传统演歌式的台语，你也可以去听看，其实他们也有不一样的美。对，那我们这种诠释的方式是比较通俗一点，比较生活化的，有点像在讲故事的感觉。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送上刚才呢有听到这个现场版的这一首《爱的摩卡》。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爱的摩卡》是来自于黄文兴在个人最新的专辑《爱那西》里头呢，小鱼觉得还蛮甜蜜的一首歌，而且这个甜不是太腻的那一种甜。对，就是轻轻的那种呢喃式的甜啦。对。然后其实这首歌我要讲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作曲者，他这首歌有参加过这个新加坡的词曲创作大赛。这首歌是第1名，是因为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同。最主要这个得名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年轻人，是他好像19、20岁。对，所以还非常年轻，非常的有才华这样。等一下最后一首歌曲《心碎的祝福》，那一首也是他写的。我觉得他一首也是写的非常有层次，然后写的非常的到位，就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19、20岁会写出来的东西这样。其实这首歌，我当初在唱的时候，其实就唱的还蛮开心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甜甜的感觉这样。然后刚好我有自己也蛮喜欢的国语歌手之一，就是周杰伦，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国语歌手。然后以前在唱 KTV 就是蛮常唱他的歌，然后甚至在练习也是把他的声音的特质当做一个范本在练习，在练唱这样。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呢，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你也没有先跟制作人讨论过要用什么方式？没有，因为 demo 出来是那个创作者的声音，那个创作者的声音他是非常有磁性的声音，可是跟我声音会有点不太一样。可是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就应该这样，应该是用周董的那种唱歌的那种轻轻的方式来唱，然后唱出来，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还蛮满意的这样。然后编曲的就是制作人他们自己做，他自己说他也做的蛮爽。
对啊，不只有这首歌，我觉得里面专辑的很多首歌，其实我们这次邀请了有一些大牌的制作人来制作这里面整张专辑。因为刚才没有提到嘛，现在可以提一下，就是第一首听到丢告家，还有等一下最后一首心碎的祝福。那其实他除了他的编曲用比较国语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做编曲之外，他的吉他，就是制作人他用友情啊，请他，因为他不随便帮人家弹吉他，他就是那个小幸运的作者Jerry C 是，然后来弹，然后还有里面的合音，我也要非常感谢这位合音天使，他是星光帮的许仁杰，对，他也是大家也是知道他非常会唱，对，然后来帮我做一个合音部分跟做合音的编写。那其实我觉得合音的部分也是非常的难度很高，对，因为就是合音的 vocal 是不可以抢过主 vocal 主唱的风采，可是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调配，可以说恰如其分，然后做得非常好，然后你又不会说觉得说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不到合音的声音，或者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被合音的声音给吸引去，或者是抢去，觉得听不到主 vocal 听不到重点，我觉得在这方面他真的做得非常好，所以也要感谢这些老师大力的相助，就有很多友情赞助，对，一起完成了这一张爱弱势的专辑。而且有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玩音乐的一些老师，他们看到里面的那些老师吉他老师啊，或者是弹贝斯的，其实都有吓到，因为我们这一次请了非常多的重量级的音乐老师来帮我们，对，真的也是希望啦，就是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把这一张专辑可以听完一次，因为我觉得每一张专辑的每一首歌的特质都不一样，像这张专辑的开门见山，我喜欢等一东西，它其实是我的在剧里面杀青的那一场戏，我所心有所感所延伸出来的一个歌曲，然后其实里面的词义都非常简单，它就是在讲里面的回忆起当初他们两个小时候到大的一个剧情，是陪着他看流星，然后背着他，然后绕来绕去，像小时候的玩伴一样。这首歌也是我觉得也是蛮特别，是我当初想要用比较澎湃的感觉做，像有点像丢告家的比较大气的感觉，可是老师说觉得用更讲话的方式，有点像那种不插电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一首歌的那个收放其实很吸引人呢，那个情感的收放。对，而且就是有那个电台 DJ 他说这首歌蛮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虽然它不是什么大歌，可是它却有点像是前面的开胃菜，但是它却是一个蛮特别的开胃菜，可以让你慢慢的入味，想要再继续吃下一道菜。对，而且其实我觉得那一首歌会很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其实常常会很希望回到过去某一个时光。对，但是回不去，我们只能够从音乐当中，对，让自己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可以回到曾经的那一个时候。是，没错。其实，在写这首歌里也有这一层的用意所在，所以我不会把它写的很洒狗血啊，很洒狗血，或者是很自私的说我曾经几岁干嘛之类的，就是让想象的空间，就像我这张专辑的艾纳西，后面怎么填充，就感觉好像没有未完待续的感觉，但是后面让大家自己填空上去。对，那这首歌也是，就是让大家去想象那个画面，因为每一首歌大家在听的时候，其实想象出来的MV 画面是不一样的，对，每个人心中一定有他自己的剧情，对，自己的剧情跟剧本，所以我觉得这10首歌对我来说非常的有画面，而且纯熟度我觉得都还蛮高的这样子，对。而且刚才一直有讲到 MV， 在这张专辑呢，有一首 MV 也蛮让大家惊艳的，是，对，那个丢告家吗？三角恋，不一样的三角恋，对，因为大家一定会认为三角恋有什么东西，不就2男1女，或者是2女1男吗？不就这样？我们的确是2男1女，但是不一样哦。这个因为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男主角是谢承君载歌，然后载歌他是饰演我的好兄弟好爸吉，那我跟里面女主角是一对情侣的关系。后来我发觉就是原来我不是喜欢这个女主角，我是喜欢谢承君载歌。会想这个 MV 剧情的，其实就是我老婆。原创，你老婆是有想象过说你可能喜欢的是
你们之间的某个好朋友？没有，他其实主要就是觉得说现在的已经多元化的时代，然后时代资讯非常进步，加上言论跟感情非常自由，然后他觉得不要再拍以往的那种，对，就是很单纯的男女之间的，对对对，他觉得那种你在戏也拍这个，MV 也拍这个，那你也都拍过，那你要不要就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什么不一样？他说不然这样，就是你可以饰演就是同志这样。我说你确定？因为我也没有演过同志的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同志这个角色你要去演，我觉得非常难的，而且我觉得饰演不好有可能会冒犯到人家，所以我会比较害怕，会比较谨慎，对，会比较谨慎。然后他讲了之后，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歌手，然后我又身为一个演员，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对，我把它用心的把它诠释好，我来试试看，我尽我的能力去诠释这个角色。那演完之后播出来，我觉得还蛮受大家的讨论跟欢迎。至少在这个之中留言之中没有人有攻击的人。然后我们这次 MV 要表达的也就是每一种爱情呢，我觉得都值得被大家去尊重。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一直都是觉得说，不管说你喜欢的是同性也好，异性也好，其实都是出发点就是一个爱。对，只是你爱男的比较多，还是爱女的比较多而已。在性别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大家都是要值得去尊重，要去尊重。是，所以呢，我发现这张专辑的使命很多除了是这个台语歌的传承，以及呢希望能够让它发扬出去，让更多人听到以外，其实还有带有这个性别上，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尊重不同，就跟你不一样的人，真的给予一个最基本的尊重。那我们再来呢，时间过很快，今天聊很多，真的很侃侃而谈。没有啦，可能我对这一张音乐有非常特别多的感触，然后尤其是对自己喜欢的这个音乐这一块，就是有非常多的感触，这样，那所以才会比较搞味，一发不可收拾。对，我们呢来节目的尾声，送上这首歌曲，刚刚也提到，也是呢这位年轻的创作者的一个创作。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一首歌，最后那一句的那个情感的拿捏这样。对，谢谢。对，所以我刚才说，其实这张专辑虽然那样说，可能你们会觉得好像讲客套话，可是真的每一首歌都还蛮让人喜欢，不管说是都抒情歌也好，或者像本事不一样的风格，或者像爱的摩卡带着这个甜蜜的感觉，其实每一首歌都很吸引人。我觉得就会比较像是一个套餐这样，只是它每一个餐点它其实都有不一样的风格。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仔细的品尝这一道爱若是爱纳西的专辑，全餐全餐，从这个前菜吃到最后饭后的甜点，对，相信每一道菜都会很合大家的口味，都会让大家回味无穷。对，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更多有关于黄文兴的讯息的话，脸书粉丝团，还有我的 IG，对，大家都可以搜寻。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支持一下这张爱纳西台语专辑。没错，最后这首歌曲《心碎的祝福》，我们最后送祝福给大家，心碎自己留着就好。对，留着就好。你也可以把它埋起来，对，把它埋起来。那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拜拜，拜拜。